块活像蛋糕卷的面，你觉得看起来像什么呢？有点像彩虹啊，只是比较夸张一点，有黑色的。加了南瓜、木炭跟辣椒，让苏颂恩的彩虹面像极了叛逆的少女。家族在关西制面85年，传统市场饱和之后，大厂销价竞争，第3代接班人只好再突破创新，但父亲看来不是惊喜，是惊吓。他就一直问我说：“这个会有人要吃吗？”疑惑其实是最大卖点，色彩缤纷鲜艳，成了年轻族群跟小朋友的最爱。我们这个面是创造出新的客源，灵感来自蔬菜面，结合了关西特产。苏颂恩希望让客人一次享受1道菜，但仙草的颜色灰卖相不好，墨鱼成本又太高，番茄容易褪色，只好反复尝试。客人再回去煮之后会完全褪，变成会被客人骂说：“怎么没有加你所讲的这些原料？”最初的七彩梦在现实成本考量下折中，花费1年才研发成功，也申请了专利，在批评中求进步。我就是边试边卖啊，边被客人抱怨，然后边改进。颜色可以变，品质可不能杂。跟传统白面1把6块相比，彩虹面要价15块，可将近3倍的价差。你说一般面摊不太容易接受这种面，是，所以你们就零售咯。对，哦，混钱一懂，懂。所以我问说成本多少，很高吗？老板说很高，懂高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的售价相对也高咯。不这样卖不行啊，我们也要。它比起白面条要贵多少？以我们家来讲，差不多2倍多。都说老店要有新思维，已经85年岁月传承第3代的关西扁面，真的在第3代的手中玩出了彩色的世界，同时提供一种可能，一碗面可以色香味，面面俱到。混前几多，懂得；混前几多，懂得。